陈掌柜的，你真是狗窝里存不住干粮，先拿回来了。是，陈掌柜的，我主要是看看你画的那圈啊灵不灵？怎么样，灵不灵啊？灵，你那柜上他一看就知道是你画的。陈掌柜的，我拉你上工吧。不用。老爷，老孔，你也不用送我了，我想走着去上工，顺便看看街上的行市。陈掌柜的，还是让我再送你一趟吧，要不我这心里啊他就不得劲儿。哪来这么多讲究啊？不用。陈掌柜的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画个圈柜上就能治大洋，我要是再画上一个呢？你要是再画上一个，那你这个你也拿不着了，说明你这人贪心太重。回去吧，大家都回去吧啊！回去吧。我们厂子也不好货呀，回去吧啊！回去吧。掌柜的，哟，掌柜的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掌柜的，这些东北难民怎么敢就是不走，非要到咱们厂里当工人？你看看，掌柜的好，俺们都从东北来的，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。干染厂的啊？干什么染厂？沈阳普多染厂。这是小日本都占了东北，实在活不下去了。掌柜的，收下我们吧，我们不要工钱，管饭就行。我是干电工的，他是干染工的，他们的技术都很不错。他娘的，小日本占了东北，你们跑到我这儿来吃饭？行，来就来了吧。你领着他们先到伙房去吃口子饭。谢谢掌柜的。吃完饭以后，老婆孩子到宫门先住下，男爷们到我那去报道啊。哎。另外，你再到车间去要点式样子的底布，给他们每人做套衣裳穿，把他们身上穿的这套破烂儿全脱下来，扔到锅炉里烧了。哎，那上面全是虱子，东北的虱子个儿大，而且他娘的都会飞。你再让咱们厂的女眷呢帮着一块做衣裳，不要好，能穿就行。啊，另外你再告诉锅炉房烧点热水，让他们洗个澡，男先女后。你可千万记住了啊，一定要把这些破烂扔到锅炉里烧了。我好不容易把全场上下的虱子都灭干净了，不能再传上了。这要是有一个虱子落到咱的布上，咱的布啊就别卖了。哎，进去吧，来吧，大家都跟我来吧，谢谢掌柜的，来，走，都进来吧，家驹啊，我就是不明白，这国民政府整天吹牛，可到头来连个小日本都顶不住。你这又拿了什么？这不，一船的难民往这来，让咱捐钱呢。咱都捐了，我刚刚收下20、30号难民，捐这捐那，我看捐什么都没有用。你能把小日本揍出去啊？我把染厂捐了都行。净这屁话！掌柜的，来喝口水。是该喝一口了，说的我口干舌燥。陈掌柜的，哎，那个小姐她走了。走了？这么快啊？她去哪儿了？临走留没留下什么话？留下了，这么回事儿。她是东北大学一个学生，和东北军一个军长相好。日本人打沈阳时，那军长受了伤，没了音信儿。他后来听说在青岛治病，就赶到青岛来找他，找遍所有的医院呢，没找着，行李呢又让人给偷了，心里一着急就跳了海。后来一想，跳了海就再也见不到军长了，又上来了，这才遇见陈掌柜您，真是幸啊！你知道我不认字儿，你想看我笑话？给东家。字儿写得不错呀。哎呀，你就快念吧。
敬请陈掌柜恩人。小妹昨日海边寻短，幸得恩人相助，感激万分。小妹与霍长鹤军长相知，情深似海。长鹤荣伤，闻知其在青岛远道而来，不得下落，行囊被窃，全无归迹，故而绝望。后遇陈掌柜古道热肠，小妹得以衣食，日后定当报答。小妹有疑在济南，今日全去投奔，从渤海大酒店柜上支走大洋20，全作斩戒，来日方长，容当后报。小妹神远移。哟，六哥，你可真有一套啊！好嘛，我刚收了20多个人，这又没了20大洋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刘哥，你可不知道，你喝口酒啊，那善气摁都摁不住啊。嗨，不就20块大洋吗？在咱手里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的事儿，可在别人手里那就能活命啊。咱要是不积点德，这买卖怎么能干大了？给了就给了吧，老吴，给他结账。哎，我说老高，哎，我当初让你是管吃管住，可没让你给他钱呢。我要是不承认，你说你该怎么办？我当时啊也是这么想，后来转念一想，您要是不认账，我顶多亏20个大洋。我要是不给那小姐啊，哎，这不就坏了您陈掌柜的名声吗？所以啊，我就给了。会说话，好，记在我账上。老吴，如数结账。哎，哎，老吴，今天是礼拜几？礼拜3。礼拜3，礼拜1、礼拜2。好，用这个指头。哟，谢了，嘿，礼物喝茶吧。告辞了啊。刘哥，这军长的小情人一定差不了。你说那天我说要陪你走，你就是不让走，这回把大美人放走了吧？太可惜了。你小心的军长找回来啊，一枪崩了你。不会不会，要毙也是先毙了6个你。掌柜的，东北那帮难民我给您领过来了，您见见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啊，上了工你把这身皮给我扒下来，怎么你这仇家袄子是借的？啊？掌柜的，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？啊，这就扒，这就扒。还有一件事你给我记着，今年8月15你没收工人的礼，不错，记住了啊，年下回家过年也不能收礼。在乡下蒸个馒头就能走亲戚了，啊，你说他们多难，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。去年你们家是用大笸箩盛馒头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后来吃不了了，都长了毛，你老婆端着四处送人。今年你要是再弄这一套，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，你听见了没？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哎，啊，你去把那个电工叫进来，就是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那个人。哎，哎，你过来，就长胡子那个，来，过来。掌柜的招呼你。叫我？哎，就是你，来。这是咱们东家，也是我表姐夫。东家好。这是咱们陈掌柜的。掌柜的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金彪，就是老虎腰里长翅膀的那个彪。嘿，这名行。我属虎，咱这牌子又是飞虎牌，你倒好，老虎还长个翅膀，行，有点意思。掌柜的，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不要工钱，管饭就行。在普陀染厂，我们也是用机器染，我们这些人全都会干。是东北那边实在让人待不下去了，这小日本子到处杀人放火，见女人就往上扑啊！掌柜的，我们这些人全都委托我，让我代表他们，感激你的大恩大德。行了，我不用你们感激我什么大恩，等我死了，你们就真心哭2嗓子，也就算报答了。邓彪，哎，你带着这帮人去车间，他们原来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，
过去干什么，现在还让他们干什么。哎，工钱和咱的工人一样。告诉老吴，从今天开始算。好。我看这小子挺顺眼，给他多加1块钱。老虎的腰上长翅膀，真有点意思啊！小队，见过这么棒的掌柜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掌柜的人真好。好，下去吧。哎，走吧。谢谢掌柜的。哎，谢谢东家。掌柜的，陈掌柜，谢了啊。回见。啊，请。别过。掌柜的，刚才老高在不便说话，商会的来了信，让你和东家去开会，说是共同抵制日货。共同抵制日货啊，是这么说的。王会长点名让你去。六哥，那咱在东亚商社订的布，老吴，你到码头问一下，问问日本船西红丸停了几天了，你再问问他下一锚抛在什么地方，我好知道他装什么货回去。我和东家去开会，东亚商社不管是派人还是打电话，你都说我不在，就是藤井亲自来，你也替我把他打发回去。咱们要吃下这船屁布。六哥，这行吗？你先等一下，老吴，本部布又涨了多少？各商号都在抵制日货，本部的行市是一路上涨，各工厂看涨又不卖。掌柜的，咱卖不卖啊？废话，我问你涨了多少？哦，涨了1成。好，老吴，你把咱厂子里的布啊都卖了，保本压仓的1万匹，昨天也染出来了，一块也卖了，抓紧换成钱，别要票子，都要大洋和黄金，用大洋提货1块钱让1分，用黄金让5厘。黄金麻烦，最好还是大洋。掌柜的，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，可就没退路了。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，咱就没办法了。什么？风吹草动？我还要兴风作浪呢。有风也是咱捣鼓出来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赶快告诉他们，抓紧时间卖了，越快越好。哎。六哥，这有准吗？什么有准吗？家驹啊，发大财的机会来了，你看你六哥跟你玩一把。这一出我还想不出什么名字，暂时就叫做关云长单刀贿赂术。我跟你玩一把单刀会。六哥，可是人家会说咱是卖国贼啊。谁是卖国贼？东北军都顶不过日本鬼子，我是帮着咱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，这就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。六哥，我是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是，我是匹夫，我有责就是让日本鬼子不能在东北占了便宜，再跑到青岛来占便宜。家驹啊，咱撇开抵制日货不说，你说让老百姓怎么爱国？学生干的是抵制日货，我干的是抵制日本人。有道理，六哥，有道理。再说了，咱是在此之前就跟他订了货，这藤井啊也够他娘倒霉的。以往他的船都是晚到，这回他的船呢，生生早到了20多天，这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？这要搁在平常也没什么，咱也就要。可现在大家都在抵制日货，你说谁敢办？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藤井真要是找个地方存个20多天，到了交货期，你能不要吗？谁赔得起这么大的违约金呢？六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还没想好。不过家驹，最近你就别出去玩了，我有事儿派你用去。哎，六哥，六哥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说。这船布呢，咱染厂也用不完，需要卖掉一些。这钱应该不算是染厂赚的，能不能不跟我爹说呀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家里那些烂事儿我都不愿意说。这些年分得的钱，全让我爹给买成了地。哎，这有些事儿啊都没法说。你们家老爷子以前最反对买地，这2年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，买了这么多的地。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得好好跟你们家老爷子说道说道。六哥，
你不知道啊？这家俊认为这厂是咱的，他怕他落不着，所以就使劲撺掇我爹买地呀，说什么地是根本，不能没有了根本。我爹呢也怕家俊说他偏心眼儿，所以也就认了。这回可好，张店周围的地啊，都快被他爷俩给买尽了。地已经够多的了，不能再让老爷子买了。那美国面才2块钱一袋子，这粮食现在不值几个钱。六哥，你说对，粮食啊不值钱。哎，英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圈地运动啊，就是把地圈起来，种草、养羊，剪下羊毛来做呢子、做毯子，呀，这比种粮食划算多了。我把这个道理跟我爹说了，你猜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说，只要那些佃户能吃草，他就种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行，等这船部挣了钱，我就给你。关于分红节流，我再和老吴商量商量。不过我可有话在先，这钱给了你，你可不能乱花。你俩太太都在青岛，你好好过日子，可别再弄出个老三来。哎呀，刘哥，你放心，还老三呢，我早就没这个心了。没这个心。哎，家驹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妮子，哎，那真叫漂亮，那2个眼睛扑闪扑闪。哎，你是没看见，你要看见了，你就是玩了命也想把她弄成老三，那叫美，那个漂亮。六哥，你馋我。我知道你小子要动心了，你。走。哎，家驹啊，这日本布为什么比本部布便宜这么多？我听说日本的棉花也是从咱这运过去的，为什么人家织完了布加上运费再运回来，还是比咱这布便宜呢？哎呀，六哥，这就是中国。你看国民政府的那些人，成天就会吹牛啊，其实没有一个懂经济的。在日本，纺织业它属于换汇业，就是能挣外国钱的企业，啊，为了能挣外国钱，它不仅对这个行业不抽税，反而加以补助，所以它的价格特别低。你再看我们这儿，纺织业是属于交税大户，由于工业的不发达，啊，交税的企业就特别的少，所以它对纺织业啊就使劲抽税，这是竭泽而渔啊，就是把水抽干了拿鱼。这些年不是桂系打老蒋，就是冯玉祥跟老蒋拼命。哎呀，除了打仗，没人管什么国计民生啊。照你这么说，国民政府都是废物？都是废物，我看都是废物，你比我差远了。那我看下一任还是你干吧。我可以干啊。我说家驹啊，姓沈的闺女去济南，也不知道这会儿坐没坐上火车。刘哥，你老说你坐怀不乱，我看你是没遇到好的。那个东北女先生要是不走的话，我看六嫂的地位要受到威胁。我揍死你！我是担心火车上乱，怕他钱给别人偷走了。小姐慢用。哟，罗掌柜的，你也来得不早。哎，会长，坐这儿，来。哎呀，都来了，来。哎，你抽这个呀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抽土烟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，我在这坐的好好的，非得让我到这儿坐，坐就坐呗，你还嫌我抽土烟？明祖，我这还没开始搓脚气。不，你这什么？不见你想你，见你怎么一点正经的没有？回来，我这人呢是洗脚盆子泡煎饼，就好这一口，俩人。哎呦，你这算什么一套啊？坐汽车穿褂子抽土烟，你这也不配套呢。好，抽一根，抽一根。诸位静静，请静静。今天一大早请大家到这里来，主要要说2件事。第一件呢，就是抵制日货；第2件就是请大家开仓出货，平抑布价。
诸位都是青岛染织业有实力说了算的。唉，这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！日本人无端挑衅，占领了东北3省，山河破碎，黎民涂炭，兵凶战危，难民乘船呐！哎，王会长，我挡你一句话啊，就别从汤尧禹舜说起了，大家都挺忙，这厂子里都好多事儿啊。少廷啊，这里有你的长辈，也有你的晚辈，你这么大个掌柜的，说话规矩点儿。那就有什么说什么呗。现在青岛的布价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，报上说咱们是奇货可居，操纵布价，学生守在商铺的门口，商家根本就不敢卖日本布，他就是想卖，也不敢摆出来。我们的本部布的产量又非常的少，所以希望大家本着急公好义的精神，开仓出货，先把青岛的布价拉下来再说。王会长，今天来的可都是内行啊，各染厂也都有各自的牌子，可用的坯布都是日本来的。王会长，你自己说说，这算什么布？日本布还是本部布？只要你有自己的牌子，就是本部布。自从去年以来，日本开始对中国销售染色成品布，什么大光啊、犀牛啊，还有和平这3个牌子最多，学生们就专门管这种布。只要是我们中国染厂出来的布，就是中国布。不过，从今往后，这个日本的坯布尽量的少，或者不要用。这也是本次共话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。哎，少廷啊，说你呢？你们厂里还有多少存货呀？说说。王会长，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？孙掌柜的我不知道，兴许没存货啊。反正大华染厂是一点货都没有了。这干工厂的跟你的贸易行不能比呀，贸易行可以存下货等行市，当然现在不用等，现在的行市就很好。我要是现在有存货，我早发了。明祖知道，这干工厂的讲究赚得快，别说没货了，就有货我也不敢存的，存不起呀。你说呢，孙掌柜的？陈掌柜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干我们这行就讲究快进快出，什么行不行似的不关心，关心的就是产量大不大。当然了，这个行市好能赚钱，这一点谁都知道。但问题现在我是无布可卖，要是有布，现在能赚大钱。少廷，你说这行市还能上？你想啊，新棉花还没上市，本地坯布一路向上，看着架势，日本布是不让用了，咱那布还不得一天一个价？等着，千万沉住气，这天儿马上就冷了。我看这行市还能再打个个。这另外一件事情吧，就是抵制日货。他们占了我们东3省，我们就不应该再跟他们做买卖了。刚才我那个洋行里给我送来了信儿，说是西红丸船上卖的布已经到了50多块钱一件了。诸位请静一静。50多块钱刚刚够买棉纱的，不能说不便宜。可是这个便宜，咱们不能沾。咱们要让它怎么运来的，怎么运回去。王会长说的对，来，咱们应该分个内外，知道个轻重啊。我把话说在前头，咱们在座的，谁要是买日本船上的布，我陈六就骂他祖宗。王会长，就按你的意思办，让他怎么拉来的，就让他怎么拉回去。孙掌柜的，我说的对吗？对，就按陈掌柜说的办。哎，以后谁再买日本布，他就是卖国贼。咱们现在啊，就签名立个字据。好，既然大家一致认同，那就请里面签字吧。
哎，明总，咱说归说，咱俩是藤井的老熟人了，他也帮过咱不少忙。这小日本占东北，又不是他让占的，日后他要找到咱们俩，想让咱们俩要他那船布，你说咱俩怎么办？你得给我支个招啊！咱既不得罪他，还不要他那批布。这好办，你出去避避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招挺好啊！我正好回趟周村可以探亲，既回周村探个亲，又不驳藤井的面子。哎，日后见面还好说话，这挺好。我去签个字啊。刘哥，你就等着别人骂我们祖宗吧。社长，青岛的各染厂和贸易行都不愿意接受这船布。他们是交了定金的，你没跟他们说要帮忙吗？我说了，我什么好话都说了，我甚至是求他们，但是根本就没有用。按道理讲，我们这船布是早到了20天，所以他们现在不要也不算违约。你没跟他们说价格吗？我说了，他们都认为价钱很低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要。生意人一贯是见利忘义，这次就不同了。一夜之间占了他们3个省，对他们的冲击很大呀。东北的军事行动，从反面上给了他们一致对外的理由，但是对我们这些生意人，却是很被动啊。社长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得尽快把这船布处理掉。是的，什么事情都有轻重啊，我会尽力的。西红丸要运军粮去到旅顺，这件事情很重要啊，我知道的。要不这样，社长，我们干脆先把布卸下来，放上20天之后再。15000件呢，青岛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仓库。是。露天存放也不行，现在是雨季，如果要是淋湿了，我们就彻底的完了。降到50块一件，抛出去。不行啊，社长，这样我们会赔一半的。我们宁可赔一半，也不能让军部砍了我们的脑袋。帝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。是。你只联系2个人，一个是元亨厂的孙明祖，一个是大华厂的陈寿亭，只有他们2个能吃掉这船布，也只有他们2个有着胆量。孙明祖可能会差一点，最主要的是陈寿亭。前几天我见过他，我受帝国的委托去购买他的工厂，但是陈寿亭他不肯卖，我看他没有想退出青岛的意思。他既然不想退出，就一定要正常开工，开工就需要大量的布，只要价格低，我想他会全收下来的。你抓紧时间和他们联系，我要亲自和他们谈。哥哥，到底怎么办呢？我这不正在想吗？这事儿关键是不能漏了风。低价买进来，看来问题不大。关键是这10000件布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你不用管。关键咱现在有个对头，这个对头就是孙明祖。我现在是想啊，在青岛除了咱和孙明祖，谁还能吃得下这船布呢？我看没人了，剩下的那些不是守财奴，就是一些小散户。一是呢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钱；再则，
没有这么大的胆儿。好，家驹，这2天呢，你什么都别干，你就陪着孙明祖玩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让他回工厂。大洋马去了天津，没有人给他出心眼儿，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！只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，我就能急死这个小日本。行，哎，六哥，刚才孙明祖还说啊，俱乐部来了4个波斯米亚的小妞，正约我呢。那好，咱请客，使劲玩，千万别心疼钱。你只要把孙明祖缠住了，就是头功一件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。藤井表面上虽然对咱很客气，可我始终觉得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咱中国人。好，这回啊，我国仇家恨一块报，非弄得他叫爹不可。叫去？对，你去账房多拿钱，开上汽车带着孙明祖出去玩。你这样，带着孙明祖就去崂山，在崂山租个宾馆住上3天，只要有3天，我就能用慢火把老藤井给他炖透了。家驹啊，就看你的了。我刚才还跟孙明祖说，让他的布不急于卖，只要他卖不了布，他就腾不出钱来买布。咱的布可都全卖了，这1万多匹布用不了3个钟头就能上市啊！让咱这一冲，布市就得往下走。孙明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，他一看他就能明白怎么回事儿。他要是明白了，家驹，那咱就全完了。压仓保本的布咱也卖了，那咱可一点退路都没有啊，家驹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六哥电报，他说有船日本布，一共2万件，55块钱一件，想和咱一块吃下来。这个价钱可比棉纱还便宜啊！听说日本人实在没法了，所以找到六哥。要，是肯定要。不过，这不是日本人的底价，陈六者在捣鬼。大哥，我也知道这不是底价，但咱不用管那么多，只要咱自己觉得合适就行了嘛。老三，做买卖可要沉住气。这船布，他陈六者没那么大的财力，他吃不下去。所以，不用急于答复他，让他自己往回退，咱撑着他，撑得他受不了了，他那底价也就出来了。你说呢？大哥，六哥虽然做事慎重，可是也挺要面子。你总这么抻着他，他一气之下联络了别的买家，那咱们可就亏大了。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！大哥，做生意是得用心计，可得看看对手。我觉得六哥不是简单的人。老三，你别着急，他要是能联络到别的买家，还跑到济南来找咱吗？藤井啊，我不是不接你电话，是你还不够着急。这什么事儿总得讲个火候啊！我要你的布，我肯定要你的布，但是你别着急，你着急我也不接。掌柜的，跟谁说话呢？我正在唱《空城计》呢。赵东俊那边回电报了吗？还没有回。这就对了，咱吃定他了。怎么说？赵东俊不是赵东初，这个人很了解我。此人虽说上学不多，但却是买卖人当中的尖子。当初我和他在济南过招，一正一反打了个平手。可当时我就看出来了，他不是为了那点事儿，他是在跟我较劲。因为他是彩琴的表哥，所以我就给他留了面子。买卖小我可以给他留面子，这买卖大，咱就只好照章办事儿了。老吴，赵东俊知道咱给他报的不是底价，他想抻抻咱，等着咱降价。好啊，东俊哥，那你就抻吧。哎，老吴，你们老家的地多少钱一亩？掌柜的，你历来不让买地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来了？这你别管，你告诉我多少钱一亩？这好地嘛，12块；不好的地10块。好，老吴，咱干完了这一把，份子钱你照拿。另外，我再送你100亩地。
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家老爷子送礼了，这100亩地就算提前送。谢谢掌柜的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那藤井是急疯了，把人都派来了。他现在报价多少钱？最低价50，否则的话拉回日本。那你就让他拉回去吧。哎，我让你问的西红丸。啊，搞清楚了，那条船前天就该起锚去旅顺运粮食。什么样的粮食？大米。大米？大米？啊！东北净是些逃难的，谁还吃得起大米呀？大米，日本船。老吴，我吃定藤井了。那大米是军粮，藤井不敢当啊，还运回日本呢。他自己糊弄他自己吧。对，这东北人啊不爱吃大米，日本人爱吃大米团子。老吴，你去告诉那个日本人，就说我不方便在厂子里见他，也不方便见藤井，让他晚上到我家去。你千万想着这句话，让他转告藤井，我不会买他的布。我在商会起了事，不能坏了这个规矩。你个老藤井啊，我让你卖了布也运不成军粮。关东军喝西北风去吧，你去吧。哎。家驹啊，我怎么一离开青岛，这心里就不踏实啊？民族啊，这有什么不踏实的？你跟寿亭一样，做生意上瘾，乍一闲下来，你还不习惯呢。你看我就没事儿。前人曾说“浮生难得半日闲”呀，这人呐，没有吃不了的苦，倒有享不了的福啊。崂山离青岛100里的，这万一厂子里出事儿，回去都来不及。咱不是有车吗？啊，这寿亭为了让咱玩好啊，连回周村都没让送。他真回去了？明天上午的火车，可能票都买了。寿亭还说，你给他出的这主意还真挺好的。说实在的，这藤井不管是你那儿还是我那儿，都得罪不起啊。要是和他反目结下了仇，你说咱这厂还开吗？咱上哪儿去弄布去啊？去上海？啊，光这运费也花不来呀。咱这躲了出来，他找不到咱啊，省得日后记恨咱们。其实我躲不躲倒无所谓，这藤井也知道我不管事儿啊。可寿亭说了啊，这狗急了还跳墙，他怕藤井逼我，所以也就让我出来了。你说这会不会是寿亭设的一个什么计呀？把咱们俩支出来，他自己独吞了那船布。民族，你别说，咱们还真想吞来着。可是这吞了以后麻烦太大了，一是呢没有那么多现钱，再者呢这15000件往哪儿放啊？这要是让学生们全给烧了，那就全完了。本来寿亭想联合你啊来做这件事儿，可是怕你怀疑他，也就算了。主要是布没地方放，实际钱啊不成问题。咱不说这些烦心的事儿，什么日本布啊这那的啊，只要咱买卖好，咱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。民族啊，为了当年那事儿，寿亭啊一直觉着欠你个情，这些年呢一直放在心上，想找一机会还上这个人情。这些话寿亭也跟我说过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反正思雅明天就回来了，厂子里的事儿让他去管。民族，这贾小姐嫁给那个诗人也有2、3年了吧？怎么就没生个孩子呢？那诗人叫什么来着？叫沙漠的月亮。嘿，彪乎乎的，还起了这么个名字。这沙漠的月亮就不管你和他的事儿？他倒想管，1分钱不挣，他敢管吗？切！小丁，哎，把汽车电源线给拔了，假装汽车坏了啊！哎，为什么？买卖。三木，
社长，有什么吩咐？你照着我写的这些礼品去准备。陈寿亭是吃软不吃硬啊，我得给他点饵料。社长，我听他工厂的人说得很清楚，到他家去喝茶叙旧没有问题，只是不谈布的事儿。这是中国人的狡猾，如果他不谈布，他根本就不会让我们到他家去。明天你就等着卸船吧。是，社长。三木君，我们赔是赔定了，只是赔多少的问题。他姓陈的，一定是严阵以待。我怀疑孙明祖的失踪，会不会和陈寿亭有关？是吗？他有这么聪明？他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。今天我们的布有可能卖出去，但是价格会很低。那姓陈的一定会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再说，他对我们帝国也有偏见。他跟我们交易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布太差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他对我们算客气的了，对德国人，他是一点面子都不留。国家太弱，个人太强，会吃亏的。我们总卖批布，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呀。下一步，我想收购青岛的染厂。如果我们手里有几个染厂，那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会大大的改变。三木君，你想一下，他们厂里的布是高价购入的，是加了我们利润的，而我们自己染厂的布是低价的，是没有加过利润的。这一项的优势就相当的明显。再加上政府的津贴做我们的后盾，我们会渐渐的让他感到无利可图，甚至有可能染得越多就赔得越多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那些染厂就会被迫与我们合作，包括陈寿亭。